来继续来到高雄，这个寿山动物园，伫即届的三刀二风台霜冻严重，前后是关园10天内整理，今仔日重新来开园，小朋友有够痛。另外，高山区有一间 Seven， 当时店员拼力用骂声来挡门的画面，伫个网络顶引发着讨论。即摆这个门市嘛重新来营业了。 小朋友欢喜入园，寿山动物园这边因为风台创下整修以外连续休10天的纪录，伫今仔日正式开园。除了外面住的那个真的没办法处理，不然我觉得大致上都不错啊，很干净。刚好看到它开园，就是没有来过，让他就是让他们来看一下。当玫瑰大风，园区内上百丛倒去树仔，大部分已经变清气，是讲因高园的顶房啊，去互树仔跌甲歹去，受损严重。 更需要时间来复原。那这后续的话，我们就会来争取我们灾后复健工程经费，来积极的赶快把这些恢复成旧貌，用上紧的速度复原园区环境。风灾后过1礼拜，高雄热门的景点重新开放，嘛互大人囡仔伫国庆日会当好好放松。风灾后重新出发的也有一间。 要和三刀二风台残害过的高山区超商，对他们处理事务蛮快的。店外4大火拿，一个祝福语写讲“上将吉台，点归转台”，另外一个“玉水重生，再创巅峰”。要防吹歹去的玻璃窗仔门总换新，店内乱糟糟火架顶摆好好势。 敢若村边啊，风吹破去的大片玻璃窗仔门未付换新，先用夹夹、插棒简单架出一面墙，短短1礼拜都恢复甲差不多啊。也太强了吧！好像才4天5天就恢复了。因为不方便，所以邻居动员来协助嘛。啊，有啊，大家都帮忙扫地啊。有网友笑亏讲，这间店当过风台损害，应该爱改名或者三刀子纪念门市，类似是新的景点，嘛吸引民众做回来欣赏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